好嚟打啲新聞下，就警方咧破獲咗個偷信用卡嘅集團喎，但係佢哋喺骨場度偷嘅，咁係一個集團式嘅，已經咧拉咗9個人噶啦，破咗18個案。咁佢哋會偷咗啲人客嘅信用卡咧，就立即俾接頭人啦，跟住落香港咧就買手機，主要係掃嗰啲手機咯 ，iPhone 啊、Samsung 嗰啲。咁又揾一間手機鋪咧，即刻就放售嘅。咁結果咧，嗰間手機鋪都舐埋嘢啦，即係接贓咯。但係其實好戇居喎，即係報咁多呢啲罪案啊、詐騙，咁你要食大茶飯㗎。一係你係叻到唔會俾人拉到嘅。嗱，呢個我哋睇一睇。嗱，主腦咁咧就會係偷咗信用卡啦，睺啲人咧光顧啲骨場喎，左邊嗰開始下。咁啊，左下角就轉交啲被盜嘅信用卡咧，俾啲骨幹成員。咁啊，落香港咧掃嘢啦，就用信用卡咧消費，最大一次都可以買到5萬幾蚊嘅。咁可能掃幾部啦，10部咁樣係嘛？咁啊，指定咧手機鋪就放喎，咁變賣咗啲錢咧俾翻主腦嘅。咁嗱咁迂枚，拉都拉9個啦。咁然後你偷一張卡就5萬蚊最多碌到，咁你要偷幾多張啊？咁你偷得多啊，大佬你真係搏啲香港人唔識報警啊，或者你喺大陸偷就跟唔到你啊，係嘛？然後你仲有咁多人一齊犯案㗎喎，咁你實衰噶啦。即係死亡筆記入邊啊講到，你任何案件啊越多人參與咧，破案率或者失敗率係越高嘅，被捕率啊。咁相反就越少人參與就越難啦。你一條友咁咪冇線索，越少咪越難跟咯。你咁多人仲去掃貨又留下晒痕跡，我都唔明啊。咁連個主腦都拉埋，呢鋪勁啦，連主腦拉埋你啊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亦都小心咯。啲網友們去揼骨就真係睇清楚啦。其實咧上大陸，咁你咪帶少少現金咯。嗱，你帶可能帶10張100蚊人民幣，咁啊帶2張1000蚊港幣，咁唔係好多嘢啫，唔會阻你好多。嗰個電話入多少少啊，咁啊信用卡唔好帶上去啦。其實就係咁噶，貴重物品全部唔好帶個薄銀包，即係卡片簿嗰啲銀包，係嘛？咁啊八達通落嚟嘅，你即係乜卡都唔好帶啊，提款卡什麼所有唔好帶。咁然後其實而家係真係要唔同手機就去唔同地方嘅。你上大陸，你嗰部手機就冇綁定任何嘢嘅，就淨係啲電子支付，即係唔好有銀行啊嗰啲，咪隨時一個咪俾人夾咗啦，你就拜拜啦，係嘛？咁原來而家咁樣喎，上去會咁有時寧願貴啲啦，因為啲港人依家中意去啲可能啲細場就不嬲咧，電話銀包更新嘅，你真係唔知唔見晒都似。咁而家拉咗9個人，就包括主腦啦、骨幹同埋2名手機東主手機東主都拉埋啦，嗰啲戇居啦，以為正啦不停接贓嘅，其實嗰個行為係接贓嘅，睇佢打唔打甩啦，拉咗你先啦，你啱啱可以打甩啦。咁調查顯示咧，集團主腦會偷咗啲客人嘅信用卡，咁啊轉交俾骨幹咧落去就係買嘢啦。咁涉及咗18宗案啦，呢度都咁損失係40萬啦。咁當然肯定唔止啦。嗱，呢邊咧有張相，有啲牛啊，2隻牛咧闖咗入市區，仲喺度鬥牛添。然後咧仲要牛後邊仲有個途人咧，斯斯然咁過。你跟住好似嗰啲鬥牛勇士衝埋嚟啊！真係嗱，西九咧總區重案組咧2A 隊咧主管發言，就話陳督察咁涉案集團咧分工仔細噶，咁主腦咧先會偷咗啲卡啦，派俾成員落去就掃貨啦，好似以前嗰啲咯，好似以前嗰啲集團咁啦。
咁最大一單呢就5萬蚊。成員即日呢會將啲新手機呢就去一間相熟嘅手機鋪呢就放售套現嘅。咁務求呢喺受害者發現啲卡被盜之前呢獲得最大嘅收益啦。咁大部分呢嗰啲受害人收到個信用卡交易短信通知之後呢，先發現信用卡被盜。但係又係咁搞笑嘅咩？你唔知張卡唔見咗噶，可以咁啊抵偷啦，係嘛？真係抵偷啊！你揼完個骨，你唔 check 下啲嘢有冇唔見嘅啊？好嘢，原來所以咁易偷咯，即係原來偷咗都唔知，即係俾人偷咗都唔知啊！咁啊真係抵偷。咁警方呢追查之後就發現啦，佢哋被盜信用卡之前呢，好多都話係去過國內呢啲按摩店嘅，係回港後呢，先至發現銀包內嘅信用卡呢不翼而飛。案件呢涉及多間深圳嗰啲按摩店啊，咁所以呢，真係唔好帶卡上去啦，打多啲錢入嗰個電子支付入邊就算啦，真係唔好制。部分受害人呢身處內地嘅，未能及時呢收到信用卡交易嘅短信通知，回港後呢先發現嘅。咁又係好笑喎，即係你揼完個骨，你係完全唔知自己卡俾人偷咗嘅咩？係嘛？點會唔知嘅？好笑。咁啊，警方呢當然啦，依家勁啦，有銳眼計劃就 check 咯，就尖沙咀、旺角、九龍城、黃大仙、沙田、荃灣、元朗有18宗呢啲案件啊！哇，佢哋都幾勁喎，分佈全港九。咁啊，行動人員呢就喺18至20號呢就展開行動啦。咁仲勁喎，鎖定到一名集團主腦添啊！所以而家真係無所遁形啊！我哋俾天眼已經監視住啊，只要佢一開天眼，必定 check 到，幾高效啊！即刻拉晒。咁就盜竊罪啦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啦。咁拘捕咗雙程證60歲男主腦，佢仲雙程證落嚟，咁啊抵死啦！落咗嚟被拉啦吓，就喺香港洗定8月15啦。咁有個22歲骨幹男，咁期間呢，大部分成員都係22至32嘅。咁喺身上仲搜到3張信用卡添。咁其後亦都再拉咗更多人，有2名本地女子都被拉咗。咁佢呢就喺旺角啊，咦係咪先達嗰邊啊？就放售呢贓物啦。咁而佢哋就接贓啦，即係處理贓物罪被捕啊，2個男東主啊。你諗住收得咁過癮啊，係嘛？行規下不嬲咁收噶啦。咁你咪睇下同個官講咯。行動中呢，合共9人落網噶，即係連埋嗰2個東主呢，即係7個係偷嘢嗰邊嘅，1個就係主腦，6個下邊。咁啊2個係手機嘅。咁啊2人呢就被控呢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，3個人呢都係以呢條罪控告。嗱咁啊，警方呼籲啦，保管好自己嘅財物啊，去娛樂場所呢度睇實自己啲物品啊嚇。咁一旦發現被盜呢，要立即報失噶啦。同埋銀行呢係有一啲交易短信嘅，佢會知道你可疑嘅話嚇。警方提醒呢零售商戶咯，如果遇到啲可疑啊不明嘅大額交易啦，應該要核實呢嗰個簽賬人係咪持有者嚟咯，甚至佢哋會用唔同名字嘅卡呢一次過咁碌嘅，咁呢個特別小心㗎吓。嗱，我哋睇下啦，啲牛咁樣，咁其實仲有一單嘅，不過我哋見到啲牛啊幾得意，就八鄉就出現鬥牛盛事啊，八鄉啲牛走咗出嚟。有時都照撞到噶，牛咁大隻啦，真係，仲要用個頭個牛角咧度頂啊！咁啊，各佔上風噶，不落下風啊，雙方呢下笑死！啲人話哇打交啊，鬥牛啊，係咪爭女啊？
咁嚟咧，漁護署啊，就市民若看見呢啲野牛啊、水牛啊，就應謹記啦。呢啲唔係我哋平時飼養嘅動物嚟噶，唔好靠近啦。佢隨時係有個獸性喺度噶嚇，亦都盡量唔好激怒佢哋啦。唔好驚嚇到佢哋。切勿咧餵飼野牛同水牛啊。咁若見到呢啲打交情況咧，前行時必須保持距離啊！你見後邊仲有個途人咁樣行嘅，咁要保護自己啦。若認為野牛或水牛可能對公眾咧構成危險啦，可以打1823噶。元朗仲有一單都係呢啲跨境詐騙添啊！哇，咁10個地方聯手喎，呢鋪堅喎，呢鋪禮真喎。香港警務處聯同9個國家及地區啊，就包括咧文萊、加拿大、印尼、澳門特別行政區、馬來西亞、馬爾代夫、新加坡、南韓、泰國喎。哇，呢鋪勁啊！一個跨境嘅反詐騙合作嘅大行動喎。咁喺呢3月至5月期間呢，就聯合咗一個行動好長嘅時間喎。哇，勁啊！咁呢總共係破獲呢，接近係60億喎，拘捕3000嘅人，最細13歲喎。嚟睇一睇呢單都幾堅喎。當然啦，呢個3000呢個咩啊？佢哋應該有幾多億啊？60億啊！係講緊應該呢個10個地方嘅，咁香港都梗係拉到啲啦，係嘛？聯合行動啊！哇，超過係13.8萬宗嘅詐騙，10幾萬宗喎，即係10幾萬單詐騙啊！你諗下幾癲？可以咁多人會被詐騙，真係，所以被詐騙都唔好太過唔開心啊！原來咁易中啊，亦都冇至今仍未被詐騙到嘅觀眾們，當然要感恩自己，都要繼續提高警覺。話就60億港元涉及嘅金額，亦咧凍結咗101989個銀行賬戶。期間咧攔截到12億港元嘅。警方呢邊咧都拉到870人喎，即係要拉啦，大佬咁樣閒地，香港都拉800幾人，涉及742單案嘅，咁成功攔截到5.39億港元。最大一單呢，就係通訊軟件賬戶騎劫案喎，有一間咧新加坡公司被騙3600萬美元。等於咧2.8億港元，話都真係幾癲喎！其實而家即係諗起都驚啊！呢啲萬變不離其宗咯，嗰8大種騙案：網購啦、求職、投資、網戀，有好多嘅釣魚啦，另外假官員猜我是誰呢啲。真係香港呢，呢度870人啦拉咗，咁最細係13歲喎，被捕者最大係83歲，咁加埋就25億港元，都真係幾恐怖。咁呢啲詐騙集團呢，就係涉及嗰啲虛擬平台呢，就係洗黑錢啦，咁能夠呢做到個情報互通成功呢大規模拉咗咁多人，都算係咁啦，真係。咁佢哋嗰個情報交換收集啦，哇，10個地方，你諗下，即係要拉啦呢啲，都唔知邊個諗到呢啲咁嘅詐騙。咁高效，即係都唔需要見到個事主去呃咁多，仲要千奇百怪嘅，
樣樣招數都呃得到啊，好嘢。係咯，咁佢哋共同打擊呢啲詐騙啦、網絡相關同洗黑錢。咁好啊！呢個香港警方呢，就提醒市民進行金融交易呢，必須保持最高警覺咯。遇到涉及虛擬資產或者陌生嘅轉賬要求呢，就要提高防範啦，避免受騙，好好保護自己所有嘅財產同個人資料啦。嗱，咁今集嚟到先啦嚇，有乜諗法咧？下邊留言喎嚇。嗱，幾多錢啊？記得呢，撳個訂閱支持啊！